下为非国门嘅推动浪漫台上线政策，美国初期呢，团上嘅国家向嘅后生人来探索推出后生探索团计划。苗栗太湖地区今年咪成立嘅后生探索团主题工作站，后生人可以请当地嘅老者做相关嘅访问，含个田野调查。 記錄環境、歷史故事，還有文化產業嘅變化，同伊能熟悉到嘅資料做樣片，還有辦論壇活動。除咗以外，伊能改錯嘅當地意見，老舊嘅製材所，又會添點師傅落來，同太湖當時節嘅水果做添點，同水果乾葉豆，想去同農民探尋到新嘅通路。安尼上海國家鄉嘅後生人，沒有韓國多創業嘅機會。 細型嘅飲氧機、假嘅、數機嘅，還有數項拿定嘅問題器，苗栗太湖地區後生探索團嘅也有實驗，準備嘅入我用到嘅各種東西，就會開始訪談。以前嘅經濟呢，就係種小毛、香毛嘅做上水，後尾慢慢嘅改進種土里，後尾將來見改進一出來種呀梔婆嘅，將本他嘅經濟教育他嘅較好管理。 一日訪問嘅對象係太湖鄉嘅老村長齊鳳光。馬拉邦山後嘅10梯田豆漿很大片啊！以前我們回來種田的時候，有沒有自己去堆那個梯田？當然有啊，呀就後尾用人工開出來嘅田用嘅就較細條，後尾用有機化用嘅怪獸來整個，商業比較發達。 對歷史背景講到天氣環境、地方產業，對未來嘅發展同理想，種樹用同顏開墾，都係太湖轉到家鄉嘅青年團體分享方面嘅實驗。加到外地採地生命嘅村內，請36個老者來做完整嘅田野調查同記錄。我們一般就是會問說，齊老他小時候，這個。 在大湖的環境啊，它是怎麼發展的啊？對，然後呢，再來就是他現在做什麼？對，然後還有他未來，對於未來就是大湖鄉的發展，他有什麼期待？相當方便。一條進去家鄉嘅後生兒，記錄珍貴嘅影像，每打幫輕輕鬆鬆打嘴鼓嘅採訪方式，來發現很卡多採地嘅故事。 它其實也幫助我們更認識我們就是在地的歷史發展，因為其實平常我們很少會有機會去跟這些長輩聊聊天，對，那長輩心裡面在想什麼，我可能不是很了解。然後其實每個長輩都是一個寶，對，他們身上有很多的歷史故事可以去挖掘。因為廠家咧有拍一種記錄，頭擺文史嗰也現代嘅神法，吼，對人家就。 家鄉咧，有一種嘅進步嘅心態，吼，做本來就啲咧講，人家就農家人從頭擺辛苦打拼到也生活，慢慢嘅來改進，慢慢嘅來做一種嘅生活嘅調整啊。先傳統嘅插播，以前嘅插播要買嘛嘛，買鹹嘅咩？鹹嘅。一條行為介紹同一條接受採訪經驗有關嘅東西，從佢聽定也係老人家以採地嘅路插播點同按到夾病連沙打嘴鼓，還會用空中入音機來協總嘅導航嘅聲音要按到馬嘅提示，連一條老人家嘅木卡耳無就親切，未係記錄嘅重點。今日採訪一個耆老，要採訪一個產業，一個做咗後生嘅時候。 透過不同的攝影的方式，用空拍機翕，順勢以後佢有興趣，睇下以後就講，我就做嘛，佢點落來，用可以比了解講，原來一片直播，一片環境，當正當好，盡用嘗試無共嘅方式來做理想一件事情，也係清楚嘅目的。當然當好啊，因為畢竟一種東西愛。 用一條記錄去傳，變到下一輩就傳唔嚟嘅，下下一代其他種嘅地方，頭擺阿公阿婆其他用嚟去做嘅嗰種方式，做嚟做參考啦。所以我覺得這種記錄是非常好的。田野調查睇嚟過後，佢哋會製作出36出樣片，涵蓋每位辦論壇來發表。太湖地區嘅後生探索團，含同採地嘅老資材所，拿來做配甜點嘅場所。
无单只係做甜點人體，我哋希望講培養越來越多嘅烘焙人才、製材咩、製造人才、製作甜點人才，比如故鄉無單只係從農人體，將來一天係有培養嘅方式可以留到家鄉來貢獻。同做好嘅雞卵糕、高能油落去，含標嘅濃度遲遲嘅草莓，甜點師傅重口味，用太湖香也是結出嘅水果，研發出各種一點讚美甜點。我就用吃婆做吃婆嘅雞卵糕，嗰個還有香橙杏仁蛋糕，還有草莓塔，嗰個還有其他嘅草莓千層。沒有呢啲水果就一多呀，寒天嘅時間有柑嘅，有吃婆嘅，還有桔嘅，都用嘅水果做嚟做變化。重口味未係後生天數團嘅成員，負責開發甜點一條產品，佢哋希望自家將土家鄉綠色，未打崩嘅稻菜田嘅農民，對同各種嘅農產品開發出無共用嘅通路。我係負責做甜點嘅開發，用菜田嘅食材來開發無共用嘅東西出來。因為啲農民所產嘅東西，就直接拿嚟到，用菜田嘅卡式機啊，可能都未識得到。共用有合作，佢也有做一些點心嘅吃婆嘅，也會提供一些的多一些的無共用嘅銷售路線。這都對農民、環境富民較有一些的原動力。涵蓋亞嘅場所，未會係產業、觀光、教育功能結合起來嘅空間。我哋會去理想山哈嚟做採果，採果完嚟做果醬，喺某嚟做蛋糕。一方面呢，個天不好，喺度大家附近嘅學校，希望講一條老師個學生啊哈。可以了解講，在地嘅農產品可以用嚟做加工，用嚟做胖，做各種嘅可能。從小有嚟培養一條小朋友講因為無天愛從農天天咯，你可以做蛋糕，你可以做烘焙，多種的不同的可能性。後生天數團計劃係會對地方嘅基層發展起來，同在地後生人嘅想法觀念強減起來，能夠吸收老人家同中後嘅股。安尼在地嘅產業文化將會有更加多人了解，就係打幫新科技來保留一點寶嘅養生資料，每啲當中持出家鄉，還做得有更多物嘅發展。